送的，它有些技术面，它有些就是说，差不多也有不难的哦。我总条按烟啊，反正应该有些你家，东西里我唔来。爸爸也蛮演吉他的，伊送报纸，送了2、3年了。所以都估到，如果以为伊个睇二啥，谁知道的，所以估到天数。係啊，係啊，送佢啊。冇去試睇嘅。好，在哪？上頭。在庙前面那里而已哦。做嘢啊，做好茶。本身好茶嘅茶庄啊吼，无安好嘅。拄好养鸭屎房，拄好迄条架吼，无上做嘅，安尼提接落来做。路台拄好几落，有迄仲系天厝向下送。好啦，好，我知，好。7点嘛吼。42。这个铁锤啦，它好像。当初差不多11点厉害，送啊顺一点。伊平常时像安尼时间，硬暝吞硬，食咧煮菜时阵，你天落要送啊顺，送下煮的几个10煮，过来爱愈下煮用点人愈做细，做啊差不多3点要4点的，愈几落，细啊愈送啊顺的。讲到尾，可以处理做天数。天主拄的啊，无啦，无可能，伊个英文啊，
啊，伊饮啦，饮苦毋过来，有外国还没到爽安尼。你嘛无分，嘛无分啊。头班员讲的趁钱趁使吃。食饭食安定的。生活无稳定，啊，可甜是烦呢。他要甲做两可甜是烦呢。啊，若嘛个私信的有饭在所讲的，吼，啊，你毋免搁困难生活咧。啊，像讲连有5、10个有份分流，当啊溜了了的，没无出去了。无法土房子，啊，毋过也是提供安尼建筑油咧路前批伊油，总个2、3、4年，拢毋是有农业乡啊。很多妈名啊，是啊，按照张展生，有个多年底的啦，啊，问题是伊如何无传出去安尼。啊，战神熟悉嘛？有啊，我有识啦，迄本种人真做要详细啦。啊，赞成也是当然讲安尼讲，要求工作会安尼做，啊，所有种都有进来，毋是农业乡。伊个工作喺田球会种如何磨牙农业乡个问题，也如何伊个独到个技术，啊，安尼几落个。安尼了解讲吼，提供有野人，啊，上讲迄个摆放伊，吼，强高伊讲。样啊是吼，变啊甲个固定啦，吼，事年甲个固定是讲是健身，吼，要甲个磨合，理顺嘛实在啦，维持咧家庭嘛实在。客户要叫瓦斯吼。都不一定啦，我要专门做瓦斯，所以说我弟弟那边就是他中午或者傍晚，帮我送啊，其他时间他就去种香蕉或者槟榔那些。啊，毋是烧嘛，个也50五年用啊。系啊，我烧59个啊。系啊，我无啥。天价也种在嘛，一份啊330块是天价的。有啦，市场要行向安尼个发展，一定要行安尼个发展。下水淹水呢？到。啊？系地啦，无淹水劈走呢？啊，我早是出来有打水个啊。系啲啊，啊下水淹水啊。你个负担啊22.4公斤诶。我管无甜诶吼。系啊，有个人讲有个管无甜，啊，阮也是买啦。中安咩？像个台同天样的，吼，中安咩第一年一头堆啊，中堆有份咯嘛，农业乡一堆全部中堆。你来做个种。紧啊，要上餐啊，伊抹下来一堆嘢啊，堆嘢啊，头一堆啊，头一堆啊。
从事也农业嘛係講，以前係都有也觀念講，也農業一定都係保留落去嘅啊。伊睇人啥歲數大嘅，冇可能講天來買買啊，辦來特別係嘛。啊，有安尼，伊向啲石頭特別石頭結束嘅，落來也向農下做也事業，農業嘅事業。最重要係一個牙膏，真係牙樹行開落去嘅。過來啊，如果接界嘅牙樹行，路邊啊兩間啊，兩用鐵用落去做牙樹行，也想講農業係藝土也農科出現啊，對也想講個專業。喂，張在先哦。啊，唔過我去送牙樹咧，講你好冇？啊，真係你都不敢咩睇啊？哎呀，啊，我就只種飯瓜，看到伊仲係講種走，好，我種走，係咯種係咯真像狗一樣。哦，如果你去呢，種走。哎呀，如果你nhà tí à, xong rồi ngồi lo cái chung, ai đúc cao này, dàn dòng ấy rồi kế sang ngoài mày. Cái này yếu hành nữa thì chẳng câu ya. Cái gì bà lấy một khá? Anh này yếu hành này, coi này kiểu năng rồi à. Nó tay rồi. Cái đồ xì hú à? Cái đồ xì hú này là. Đi ra, đi máy là gì nào? Ngày này cuối đời mà đấy đúng hiểu tại đó. Rồi còn này dù anh ấy kinh nghiệm này, anh này mà dù lời thuần chẳng cao à, anh nói lời thuần là cao ra. 师傅是不敢讲啊，可比我们干的还很多了。我会介绍一个给你的。那里面有密码吗？密码哦，密码是当然是有，还是有啦。我不是仙呐，我是人呐，我不是仙呐。香蕉一条多红人全部有提出的。你要一个成功的香蕉，并不是说你想象中没有那么红啊，要经过很多苦恼啊。 同人掹嘅我做啱鋪頭啦，即係同人斬我再掹啲，同人掹啲冇講到啦。同人苗個仲就係仲就開牌我講唔講係點？我不騙你。係啦。唔好冚鋪啊！唔係啦，冇啦。公布。係啦，我不好。電視要上電視，你都或看博安那種不成功，哎，如果唔好啊，這樣是不好啦。 你要怎么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做了。钱交出来100块。5块。跟他算5块那个。赶快气氛妹妹好不好？好。 好，小布布，有没得地图啊？我够看你的，来了，我真的加了。怎么来哦？打什么？你看我这里面啊，刮。
乌白种都，没有旁啊，然后火出去的，就是这里就弯啊。啊，也水哦，水平来，啊来，即嘛到家。哎，就好，就好入去啊，啊入去即话未讲复杂嘛。我哋切嘛，吼海拔也入去也，สูง啊，都切那些也睇把下都可以。都葡萄。錯過啦，一千關起呢，一就係好亂，你呢就係會啲。好呀嘛。你就係好牙齒公。好正強哦。你好多講，伊講葡萄。伊講我即擺伊講啊，你其中那遮好，咱袂葡萄。我你以前甲你講啊，我第一隻啊，你都看你看就好啊。真心看。啊，我唔見看呢，他不得要你，教我7點刮有無？你捌甲講過，因為阮怎樣是搭要較深。不過最精密的無甲你講啊，最精密的，這是甲你講最精密的。獨家秘方啊。嘿，遐袂啦，好，如果安尼講安尼如何沒有價值啊？政府邊個一年都要5000萬戶啊，我就要中國5000萬。我会晓做困的话呢，吼。对啊，袂歹。你这70几年啊，都袂晓做。啊，像这个迄个少年啊吼，他还是蛮有诚心哦。我会甲小可讲。好，好，走了，我们过来去那边。也袂看步的啊嘛。所以讲，少年家较无爱含老伙仔做伙，他会有那种代沟，那是一定的。但是要学功夫，还是要把那个心放下来啊，不然怎么跟人家学功夫？人跟人本来就是要沟通啊，没有沟通没办法。所以即摆关系较好，应该是较好。系啊，本来关系较好，步避风挡较多啊。那就那运动，差不多20-30岁，差不多20岁有无？好。啊，我70岁吼，你唔是你叫你爸来照看嘛？我腹肚安尼好蛇条，我腹肚你知？我还有我腹肌呢。腹肌哦。腹肌哦。啊，不，我过来。哎，袂使。农作物里面香蕉就有禁止物的。有些我们讲，平常讲，这个山家族的吼，伊较有上进心啦。啊，可是呢吼，出来就出无力啦。足喜欢做，唔知要做安尼啦。唔知要怎做？唔知要怎做。中正伊个是，对啊，我打电话了，所以也见生意淡个供养唔怕啦，你就讲啊，出街伊也是讲。你的身份证卡。增加迄个利顺股市啊。因为安尼啊，去个亚市抢田中路去个亚市啊，安尼啊，就成分，迄就油钱运费总无加落去啊，所以变咱安尼利顺要差不多。张经理，张叫过去的经理，那3分地啊，然后可以种个500棵。也是香蕉。对啊，种香蕉。我要种，这要种抗病性的，我要种105的，要抗病性的。